经济爱好啦。啊，台湾经济要好，有一个足重要条件是啥？台湾要有自由的经济啦。这就是这两个足重要的要点。这两个要点拢有写伫伊的诗内底。伊当然毋是像安尼画口咧写，伊是用伊诗的语言咧写嘛，所以写甲足水的。我遮论文内底拢有我进时间的问题，我都记啊，基本上我就是用给我一个巨大的时代，这首诗做一个深入的一个分析，就甲我头拄仔讲的伊为伊的核心，到伊5个重要的迄个核心意识，来做一个简单的这个说明，伊的涵盖面呢，其实规模足大的，伊有超过我甲算有超过3000抓呢。有超过3000抓的这个诗，为时间、为空间，还有群众的意识，它很有群众意识，各阶层的人的心声，他会去写。所以这是足早期嘛足对伊来讲算伊文学的早期啊。其实伊今来看，也是算中期，真重要的一个作品。所以因为时间的原因嘛，我想这个美学的问题，我拄则有小可讲啊，就是讲它是一个比较壮美的，它不是优美。它也不是病美，它也不是怪异之美，伊是进入这样的一种传奇的叙事。伊这个诗的位置，就是这个北港的这个位置，其实甲足侪台湾的文化运动、文学运动，包括前卫出版社，包括台语文字化运动，甲这个人权文学，佮台湾民族文学理论出现的时阵，拢有相搭紧，所以。其实大家应该来关心这部诗集，佮对这个诗集内底迄个意识的关心。今仔时间的原因，我就简单报告到这，多谢大家。感谢。